阮若是看到主你所掌管的即个风、即个雨，阮心存敬畏，也请着阮所献一切，带领引带所有的情话会当较无亲近你。阮这个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风太过了，咱都平安伫圣殿。咱今仔日三字就要来敬拜上帝，咱感谢上帝。咱每礼拜内心，咱先来锻炼信息，请咱献开信息164首，信息16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稳定相煞万民同享，来看相煞好，相煞好。再来看游玩第3节，同尾蛇，荧光袂不是袂毁，永无强好。来，咱来吟第3节一摆。来，一心求主降于温柔，求你是阮造宇宙，阮的相煞万民同享，无转空空无寒凉，只有你愿你的手中，应当小煞吼，毋是3煞，小煞。好，咱再来吟四诗484首美调。来，心悲。
第一首，搁第一普遍咱搁一摆，第一节搁一摆好吗？恁爱乌鲁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伫圣明的会中乌鲁伊，愿以色列因做伊的主欢喜，愿锡安的名因为伊的王快乐。圣诗第164首，圣诗第164首，基督做咱坚固的地基，会众请起立。一
即时咱来共读新的诫命，请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亲像我，恁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转有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若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就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会众请坐。即时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17篇，第一信息的后壁面第25页。我来摕恁来引。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乱目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囡仔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仇，徛去伫你的厝的，迄互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哪行快乐哪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这我敬拜的上帝啊，你着看。在你的殿院住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袂要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即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搁一届带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即时，阮来到你的面前，心内充满懊恼甲感恩，想赐你，感谢你赏赐阮的性命，赏赐予阮每一日的恩典。伫咧即时，阮谦卑家己，承认阮的过错，求你赦免我的罪，洗清阮的心。主啊，在即时，也求主会当看顾、保守国内因为风台受灾的民众，互因会当用上帝的时间来恢复家己的家园。啊，搁有国外因为地动甲战争所受伤的人，甲失去亲人的人，阮知影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愿你的救恩甲恩典临到即个世代，安慰遐受苦的人，赐予因心灵上平安甲力量。今仔日，我信靠你的话语，求你拍开阮的智慧甲心灵，透过牧师的讲道，互阮会当领受着你的话语，而且行出上帝你所爱的路。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学老，咱请圣歌队。圣歌队所要唱的歌是：我心充满感恩无煞。
当我要献一生一世，当我要献一生一世，听主、国军地主，愿献歌队美好的歌声，成做芳芳的祭，献予上帝。这时，咱来看圣经《列王纪》的第2章第6节到第10节，《列王纪》的第2章第6节到第10节。旧部后壁面嘛有啊。圣经怎安尼讲？以利亚甲以利沙讲：“你请踮遮，因为耶和华找我去约旦。”以利沙讲：“我记因外的耶和华，甲你的活命来救抓，我无要离开你。”因两人就相甲去，有先知的学生50人去，远远徛伫因的对面。两人伫约旦河边伫徛。以利亚摕伊的外衫卷起来，拍遐个水，水就分双平。两人行大地过去，过去了。以利亚甲以利沙讲：“我也未受处离开你去。我要甲你做啥物？你打着求。”以利沙讲：“求你将感动你的心，互我双分。”以利亚讲：“你所求的，恶得地啊！总是我受处离开你的时，你若看见我，就要得着；若无，就袂得着。”讲道，咱请姊妹牧师题目是双份的感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齐来祈祷。特别上帝，阮的心充满感谢无煞。主，因为你为阮背十字架、流宝血，洗清阮所有的罪过，佮使阮新的活命，互阮通成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愿主帮助阮，伫阮一生一世，伫你的内面立志要来军队你的时，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坚定阮的信心。无论呢，也无要逃走。阮就是要来军队里，愿咱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牧师伫咧初信的时阵，拄信主的时阵，有一站真爱走特会。伫特会内面，常常听到牧师台仔顶的牧师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愿感动以利亚的神，互你双份。安尼有好无？感觉迄当阵牧师感觉足好诶。毋管安怎上帝祝福，还是上帝所赏赐的物件，双份安尼实在是有够好。总是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我并无了解双份的感动，检视我所会当承受的。只想讲，若是上帝要加添互我的，当然是愈多愈好。今仔日接到这段经文，牧师也想要请大家来思考一件代志。是毋是咱已经有准备好要来领受双份的感动？伫今仔日的这段经文，咱看到以利沙是安怎用怎样的心志要来军队伊的老师以利亚。今仔日的经文第6节有讲，以利沙对伊的老师以利亚讲：“我记因我的耶和华甲你的活命来救抓，我绝对无要离开你。”咱若有照读经的进度来看，就知影其实对第2章的第1节开始，即摆就是今仔日所记载经文的即摆，已经是以利沙第3摆基因外上帝甲伊的老师以利亚来救抓讲，伊绝对无要离开你，讲以利亚老师啊，无论你要去倒位，我一定无要离开你。即天。那对第2章第1节开始看，即天是上帝要用光烈啊风接以利亚上天的日子。上帝伫即天连3摆差遣以利亚前往无共款的所在。以利沙也共款伫即天连3摆对伊的老师来救抓，我绝对无要离开你。
时已经到啊，就是即天的时已经到啊。伊利亚知影上帝要用光烈啊风接伊上天，结束伊伫地上服侍的日子。伫这进前，就是伊利亚伊已经含伊逐所在的文道有讲即个代志，就讲某一天上帝会用光烈啊风接我上天。同款的事件，同款的消息，以利沙的反应甲其他的文道拢无同款。伊利亚要互上帝接上天的即天，只有以利沙缀伊缀条条，其他的文道拢亲像在看戏，因真好奇，因足好奇上帝要安怎用光烈啊风将因的老师以利亚接上天。因就十喙九尻川安尼一直在讨论，伫下底的私底下直直嘟嘟咧讲，今仔日吼一定会有啥物代志来发生，咱着好好来探听一下。照圣经的记载，以利亚要互上帝接走的即日，果然有代志在发生。首先，咱来看上帝差遣以利亚前往伯特利，伫过去。伯特利还是一个敬拜上帝最中心的城市，总是今仔日的伯特利却是偶像满厝间。以利亚想讲，我就已经要来离开啊，也无啥物通好交代啊。伯特利也毋是啥物好所在，伊就吩咐以利沙啊，学生啊，你吼就免缀我去，你留踮遮就好。总是以利沙对伊讲。我绝对无要离开你，因两人就相夹去，也无偌久就到伫伯特利，伫遐有一阵以利亚的门徒，因就随时将以利沙叫到边仔讲：以利沙，我甲你问吼，阮甲你问吼，上帝今仔日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你知吗？当然嘛知，其实遮的门徒伊要问的意思是，你甲老师安尼做伙吼。拄则是有啥物代志来发生啊？你敢有看到啥物特别的现象？什么超自然的现象发生？甲阮讲一下。以利沙对遐个表面的现象无兴趣，就叫因点点啦，莫讲安尼，莫阁伤空伤芳吼，讲遐有诶无诶。无偌久，上帝阁差遣以利亚前往亚利哥。亚利哥这个城市伫约书亚带以色列攻破占领迦南地的时阵，上帝就捌吩咐以色列，就将亚利哥以及内面所有的一切拢来毁灭，互伊趴远到永远。毋过伫迄当阵的亚利哥，毋若是只有重新受起造，伊也和伯特利共款，拢是偶像满厝间，四界拢是。着毁灭的物件，都插伫遐。以利亚阁一摆吩咐以利沙，莫阁缀我去啊啦！亚利哥也毋是啥物好所在啦。总是以利沙共款对伊的老师讲：我绝对无要离开你。然后两个人阁相夹去，行了差不多有半工的时间，因到伫亚利哥。伫亚利哥原来是有一阵以利亚的门徒竟撞出来。因和正前伯特利的迄阵门徒共款，因所伫意的，拢是拄则对一早起到现在。以利沙，你安尼缀老师吼，缀到呾吼，有啥物特别的现象来发生啊？共款，以利沙叫因点点，莫阁问遐有诶无诶。接续上帝阁差遣以利亚前往约旦，就是到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啊，以利亚阁一摆吩咐以利沙免阁缀伊去。以利沙又原应讲：我绝对无要离开。总是即摆甲正前两摆有淡薄仔无共。即摆呢，有50位门徒缀因做伙去到约旦，行到要wat约旦河的时阵，迄50位门徒伊就停落来，远远徛伫。无阁正经啊，无阁对以利亚甲以利沙正经啊，因远远徛伫咧看，也期待讲等下有啥物现象来发生。今仔日的经文第8节，果然就有代志来发生啊！
第八节讲，以利亚就摕伊的外衫卷起来，拍遐个水，水就分双边，两人行大地来过去。这个画面大家应该拢真有印象。当初约书亚就是安尼带以色列过约旦河，进入应允的迦南地。以利亚的举动是要唤醒因对上帝的信心，也着相信上帝应允一句话也袂落空。就今仔日上帝带以利亚所经过的所在，无论是第一个所在伯特利，还是耶利哥，还是到伫约旦河，这一路上帝所要表明的是，上帝应允也有伫地。总是以色列对上帝的信心，却已经是茫茫渺渺、无无明。表面上敢若是在拜上帝，拜甲遮尔啊敬虔，表面上足敬虔的，总是事实上，因的心早就已经离开上帝远远。讲到遮，咱耐心来做一寡整理。以利亚要互上帝用光烈风接上天的即天，有发现两个重点。头一个就是以利亚有3摆吩咐以利沙，你着且留踮遐。总是以利沙也念3摆，坚定就抓，绝对无要离开。另外一个就是有一阵充满好奇的温度，因拢徛踮伫边仔，安尼滴滴嘟嘟，滴滴嘟嘟，想要知影。想要对以利沙的喙听到因所要知影的代志。说书啊，说书今仔日是上帝要接咱上天的日子，譬如讲咱的人期到、前庭退休，又或者是安息主怀。咱的至亲、咱的兄弟姊妹，通常拢会去做一寡代志，就是去回想进前。和阮做伙来经历一切美好，搁较安怎也无爱去迄个亲像伯特利、亲像耶利哥迄种艰苦心的历史，规定已经无法度做啥物改变，也无必要搁去看遐的物件，敢毋是吗？同款是以利亚的温度，只有以利沙缀伊缀调调，伊毋若是对以利亚的教导有较无，毋若是要学习。上帝是个安怎来对因来显现？伊搁较有兴趣要来了解的是以利亚是如何用伊的性命来回应上帝呼召这项事。伫信仰的团体，伫上帝教会，咱减袂亲像以利亚迄阵温度，只有好奇伫伊一寡表面的事物，总是对伫遐个服侍者。伊是用怎样的性命来回应呼召，却是一点仔兴趣都无。对伫遐个服侍者所做牺牲、所做努力，以及因所受到的压力甲苦楚，咱敢有想要去了解，为因祈祷。咱敢袂亲像迄阵温度安尼，只有想要看徛关山看马相踢，十喙九尻川伫边仔伫看戏。只有想要探听一寡，母咪兄弟姊妹吼，母咪兄弟吼，因发生啥物代志吼？伊厝里的人安怎吼？伊的感情发生啥物问题吼？伊的婚姻发生啥物问题吼？伊的囡仔安怎吼？这位姊妹吼，伊的工作安怎吼？咱是毋是只有想要来探听遐个表面上的代志，来满足家己的好奇？以利沙并毋是安尼。以利沙伊所伫意的是伊的老师以利亚如何用伊的性命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伊看到伊的老师以利亚，就算讲所剩的时间已经无偌济啊，就算讲对伫现况已经也无法度做啥物改变，就算讲所有的人拢感觉无必要啦，搁要去啥物伯特利，搁要去耶利哥，也假哦。咁就爱安尼，你今仔日就要互上帝接上天啊！你搁要做这，搁要行遐侪路，无必要啦。对伫上帝呼召，以利亚绝对毋敢拍折，伊从来就毋是掠家己最中心来思考。当然啦，咱若有看
最近若有看列王记上卷，对列王记上卷，也知影讲以利亚也捌掠家己最忠心，来判断敢着爱继续来回应呼召。就伫伊甲450位巴力的先知安尼相抬以后，伊就互亚西别这位皇后来追杀的时阵，伊又完美起来。伊和雅各甲同款，甲上帝相应，甲上帝埋怨讲：我无爱做啦，我安尼做甲做甲安尼流汗，搁迄落，你互我拄着这，我无爱做我要来退休啊！我嘛要来避起来。总是最后，伊犹原有掠上帝最忠心，伊愿意降服伫上帝的主权，掠上帝意念做伊一生的准则。到当以利亚确实知影，以利沙和其他的门徒无共款，伊就对以利沙讲：今仔日的第9节头前，伊讲：我还未受处离开你之前，我要甲你做啥物？你担着求，我着要离开啊！总是我还未离开之前，你要啥物？你通求，做你去求，做你求，机会来啊！机会是互遐个准备好的人，意思并毋是指外在的资源有偌济，也毋是个性有偌济能力。这个机会是互遐个已经坚定所信、信靠顺服、志意要地主地条条的人。第9节的后壁段嘛有讲，以利沙就应讲，求你将感动你的心，互我相分啊！以利沙所求的到底是啥物？伊所求的绝对毋是牧师伫初信的时阵所求的迄种双份的感动甲祝福，也毋是要求要互伊。以利沙也毋是要求讲伊会当比伊的老师加一倍的能力。虽然伊以后所行的成绩果然有比伊的老师加一倍，总是若是安尼，咱若是安尼来理解以利沙所求，以利沙一定会吐血啊！因为以利沙从来袂去注意遐个表面的现象。双份是啥物意思？双份特别伫旧约，通常是使用伫大囝的心上。大囝有双份的祝福，总是伊必须着爱承接，毋若是对爸母、对厝里所有人的照顾，阁要爱对祖先所留落来所有的产业来负责任。牧师就捌听伊嘅牧师的老爸，就是我的大官嘛，大家是婆婆嘛吼，大官吼，我就捌听我的大官对伊的大兄讲，就是我的大伯吼，就是义杰牧师的大哥。我的大官对伊的大囝安尼讲，无论以后发生啥物代志，无论你去倒位，我就是爱缀你啦。我就是爱缀你缀条条啊！意思是大囝着负责任，照顾爸母，照顾厝里所有的需要。其他的囝，随在恁去生活拢会使啦。会当照大人的意思，恁爱做啥物，恁就去做啥物。若是对安尼来看，对旧约的观念来看，以利沙所求双份的感动，是伊有决意要来承接以利亚的事工。伊想要和以利亚同款，成做一位献身予上帝、予上帝差遣的工人。以利亚一生所做的事工真困难，足困难的。伊是踮伫北国的先知，咱知影伫以色列拆离分裂之后，北国和南国，北国实在是一个真乱的一个所在。亲像头前所讲的伯特利和亚利哥，就算讲伫遐个城市，犹原也有较无要来、较无听谈上帝话的遐个先知的门徒，就是亲像拄则所讲的以利亚的遐个门徒。虽望遐个城市也犹原有爱听谈
上帝话语的温度总是愿意缀调调、缀以利亚、缀调调的，只有一个人尔。以利亚若是现在的牧师吼，伊足失败啦。我毋知，我若有两个人若是像安尼相分的足好吼，若有两个人缀我缀调调吼，我就已经爱感谢主啊。意思是剩的，就是做礼拜、信徒听听的，出去吼，就啥物拢袂叽叽了了啊。生活照家己生活，爱家己爱安怎就安怎。上帝话语凊彩啦。以利亚敢有足失败？所以以利亚所做的事工是足困难的，足困难的。第10节，以利亚就讲：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讲：你所求的恶得啊，很难呐，吼。总是我受处离开你的时，你若有看见我，就要得到；若无，就袂得到。因为以利沙可能也毋知伊所求的到底是毋是伊会当承受的，因为上帝要怎样来使用以利沙，并毋是以利亚通决定的代志。虽讲咱知影伫这进前，上帝要有吩咐以利亚去甲以利沙安尼受抹油，甲伊抹油。总是受抹油是抹油，总是上帝要安怎来使用以利沙，这毋是以利亚通决定的代志。以利亚只会当伫伊受感动的范围来回应以利沙。如果伫我受处离开你的时，你若有看见我，就会得到，就会承接我所做这一切事工。若无就袂得到。若是安尼，你也着放下顺服上帝主权。看上帝要爱你去做啥物，你就去做啥物。兄弟姊妹，咱拢是通过信来得到的义，也对安尼诚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咱拢是信仰的后裔。耶稣基督诚做教会的头，伫咱受洗宣称主耶稣是咱一生救主的时，以利沙所求的迄个双份的感动，就已经充满伫咱啦。迄个感动以利亚的神，双份感动以利沙，迄个双份的感动信心就已经充满伫咱啦。咱即阵诚做承接产业的后裔，理所当然着负责任，承接耶稣伫上天正前所吩咐、托付予咱的使命，回应上帝伫咱每一人无共款的呼召，也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缀伊。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上帝对咱的呼召。伫教会来看，为人受召，诚做主爱餐的大师傅，迄才是斗阵准备料理的遐个助手。为人受召去协助处理教会的财务，为人受召热心来起造教会宣扬福音，为人受召诚做音乐的祭司。亲像咱圣歌队，有的人受召诚做中级同工，有的人受召去读神学院。当然，并毋是每一个去读神学院的人拢会去牧会，因为有的人去读神学院，不过是要去学习、受装备，通开阔家己伫教会的服侍的需要。这一切，伫教会来看是安尼，总是伫社会顶面，上帝也有对咱无共款的呼召。咱拢是台湾的公民，我们都是台湾的公民，这是上帝予咱的一个身份。有时可能咱是爸母、老爸、老母、老师、医护人员、公务人员，咱可能是头家、是主管、是员工，甚至是已经退休的人。退休也有退休的代志，上帝也有上帝的呼召。迄只有人会亲像以利沙。伫这个过程足兴酸，哇，足兴酸！圣歌队队员唱歌遮尔好听，用遮尔水的歌声来学罗上帝，足兴酸的，所以想要来参加圣歌队，诚做音乐的祭司。啊，有的人食到迄个爱餐，
看到遐个努力煮爱餐煮食的，遐个斗骹手的遐个人，遐尼认真的迄个性命，因受感动，因也想要来煮爱餐，要来斗骹手。有的人可能也想要亲像牧师安尼，成做一位牧者。其实真正的困难，并毋是号召本身。真正的困难是咱敢有准备好，伫咱的积分做到尊主最大，敢会定定掠上帝话做咱言行举止的准证，敢有决意要缀主缀调调，真心真性真意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来调整咱家己，绝对真做合伫主所用的器具，毋是只有合伫宗教礼仪的外表。毋是只有牧师在叫吼，是迄落关怀部部长在叫真正是好啦，我着来去斗相共一个啦吼。伊一边在斗相共，一边在做一边可能淡薄仔滴心肝内，搁有淡薄仔滴嘟嘟吼。佮迄只是讲即个圣歌队员无好做呢，指挥要求真悬。搁逐礼拜啦，拢爱练习。无逐礼拜啦，暗时我嘛是真正有真侪好佚佗的所在。逐礼拜实在是无牵着。总是队长一直在招一直在高声歹势啦。好啦，要来去几若摆安尼看卖一下啦。咱是毋是只有想到要合伫？大家所看，才会表明上的物件。我们是不是只在意人的眼光，只在意好像那些人情世故，却无有信用的精神？十字架的道路确实是一条真黑得行的道路。123所求双份的感动。伫耶稣基督内面，其实已经伫咱的心上啊！咱拢知影主的恩典绝对够也咱用。原咱毋是亲像遐个只想要看表面，只想要讲一寡因仔话遐个温度。原咱毋是亲像遐个想要享受，只有想要享受教会资源的温度，只有伫伊家己的欢喜，却毋是注目伫上帝欢喜的温度。当然，咱搁较袂当亲像犹大安尼出卖耶稣，出卖家己的灵魂。原咱才着今仔日即段经文，搁一摆立志对主讲：主啊，无论你要去倒落，我绝对一定无要离开你。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对阮的呼召，感谢你知阮的软弱。就差派圣神保惠师，成做阮的帮衬，互阮通伫你的真理调整家己，亲像约书亚刚强壮胆，也亲像123，无论得时不得时，拢要缀主缀调调。愿主施阮降力，愿咱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回应诗信息第484首 B 调，信息第484首 B 调。天父上帝若甲咱相同行，会众请起立。行。
请起立。请坐。公道事项，教会意向，新传正信徒万民皆做事，读经祈祷，为心服侍，彼此相听。第一项，愿感动以利亚的灵相陪，感动阮，愿圣灵扶持帮赞。赐阮有信心、毋忘、仁爱，回应主的呼召。第二项，为基体沈淑慧、陈德明、赖清光、黄仁和、陈秀荣、林慧珠、黄世明、黄世奇、林以诺、张慧香、王以玲、杨志坚、李雅娜、陈怡君、林春枝。第三项，为7月18到19儿童主日学生活营，一切会当平安顺利。了为着7月26号星期礼拜，立孝亲的人来学生来做准备。第四项，为着风台把威所造成的灾情愿主赐的信心甲毋忘、智慧甲仁爱，帮助受灾区会当赶紧来恢复。咱为着这4项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同心开声，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祷，求主看顾保守身体欠安的会友，帮助因讨别因身体的痛，赐予因心灵上的平安。阮也为着7月份的儿童主日学甲生活营、生活礼拜来祈祷，求主予遮的活动甲事工一切拢会当顺利。最后，我嘛为着风台所造成的灾害甲民众来祈祷，求上帝当予因赶紧来恢复生活。这时，我要用你甲是阮的主祷文祈祷讲：我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能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教会消息，第一项。2位牧师原定咧7月7号到11号，
都转去故乡来探亲哦。那因为受到风台暴雨影响，因伫7月16到18。第二项，下主日7月18、19，伫东主里湖生活营，地点伫桃园的渴望园区。两位牧师对金门转来了会塞车吼，然后斗阵参加这宴会。第三项，各团契会计上万咧今仔日主日了吼，将上半年的财务收支报告甲校册吼整理好，然后交互干事，互查校委员来查校。第四项，7月25号拜六下晡2点召开小会，下晡3点召开中职会，请中职来留意。第五项，7月26号礼拜下晡1点举办社青甲青色团契联合地会，地点伫4楼的综合教室，请社青甲青色团契的会友踊跃参加。团契消息：7月25号拜六下晡3点，妇女团契聚会，主理芙蓉长老分享。第二项，7月8月双年团契放暑假，聚会暂停。奉献明细咱才家己看，若有错误甲漏交的，甲向干事甲财务同工来反映。小营信息第507首，因光归信平上帝，上帝，请起立。对于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热岛闭会。热岛闭会。